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盧仁醫啊。今日嚟到深圳灣口岸，因為參加咗由廣東旅遊舉辦嘅中山純玩一天團，團費只係1蚊。呢一個團最主要就係帶我哋團友啦嚟到沙江墟呢度啦掃年貨。雖然而家距離農曆新年啦仲有個幾月嘅時間，咁但係沙江墟裏邊呢已經有啲店鋪啦開始賣賀年嘅用品，亦都會去到14涌水產中心呢一度啦，咁就可以買一啲乾貨啦，咁同埋水果啊，準備過年。景點方面呢，亦都會嚟到醉香園呢度啦，咁啊可以了解多一啲關於製餅嘅過程。團餐方面呢，就會食馳名中山乳鴿宴。菜式方面呢，當然有乳鴿，仲有蒸魚。如果想知道呢個團好唔好玩同埋抵唔抵玩呢，咁就繼續睇埋落去啦。如果你對呢一類短線旅行團嘅資訊都有興趣，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出嘅時候啦，就唔會錯過啦。首先都講返旅行團嘅資料，呢一個旅行團係由廣東旅遊舉辦嘅中山純玩一天團，團號就係 C2ZS098。呢一個團最主要就去到中山嘅沙江墟啦掃年貨，亦都會去到14涌海味乾貨市場啦，咁啊繼續掃年貨。團餐方面呢，就會食馳名中山乳鴿宴，另外都會去到醉香園啦，咁啊可以了解多啲整杏仁餅嘅過程。團費方面呢，就係1蚊，另外再加導遊費呢，就係每人每日80蚊。我自己就選擇咗喺深圳灣口岸集合，時間就係上午9點30分。如果選擇喺福田口岸集合呢，時間就係上午8點30分。見到導遊到咗啦，咁我就先去報到咗先。等齊團友之後啦，就一齊啦行過去停車場嗰邊啦，就上返旅遊巴。嚟到停車場，導遊就帶領我哋啦嚟到呢一架白色嘅旅遊巴啦。咁上咗旅遊巴之後，準備出發。大約11點24分，我哋就嚟到醉香園，跟住就會有醉香園嘅職員啦接待我哋嘅團友，亦都會每人派一張參觀券。然後職員就會帶領我哋去到醉香園餅文化博覽館呢度咧，就解釋一下啦製餅嘅過程。首先我哋就係用綠豆芽，我哋杏仁餅雖然有杏仁，不過杏仁仲未到位㗎。我哋首先係用綠豆芽，綠豆我哋去咗過面綠色嗰層外皮，去放黃色豆芽，綠豆芽要加入油同埋糖。如果係最傳統杏仁餅，我哋加係豬油嘅；如果係我哋有啲新口味杏仁餅，入面加係蠔油。然之後兩機入面把佢攪均勻，我哋整成咗餅粉之後，再加入杏仁粒同埋杏仁粉，再攪均勻，咁樣就做成咗杏仁餅嘅真正。亦都有一個位置咧，就擺設咗醉香園啦製餅所需要嘅工具。另外一個位置咧，都有啲資料啦，展示翻呢個百年非遺工藝啦，係點樣整呢個杏仁餅嘅。同埋錘仔方面，如果台上少咗咩工具嘅，可以往旁邊借下工具㗎。我哋整餅首先用呢個模具咁樣，把面前嘅餅粉向下壓往前推，向下壓往前推。第一步先壓散壓縮面前嘅餅粉先，壓散面前嘅餅粉之後，呢個模具防止嘅實踐，我哋借住呢個刮刀把啲餅粉咁過向
無下散嘅喎。我哋團友呢亦都可以試飲呢個香菇瑤柱羹，同埋試食2款杏仁餅，最後就試食埋呢個龜苓膏。呢度亦都有一個展銷嘅位置啦，咁團友可以喺呢度啦自由選購醉香園嘅產品。最傳統嘅產品就有杏仁餅，比較新嘅產品就有呢個醉香園紅豆味嘅蛋黃酥。呢度啲產品都受歡迎啦，咁見到團友啦都有喺度買嘢啦，咁同埋排隊俾錢。參觀完醉香園之後啦，咁上返旅遊巴，跟住呢就會去食午餐。大約中午12:20，我哋就嚟到純品大酒樓呢度食午餐。上咗扶手電梯之後啦，就要去到電梯嘅大堂呢個位置啦，就上返5樓。上到嚟5樓嘅位置啦，咁見到餐廳嘅面積都相當大，咁而家裝修方面呢都相當唔錯嘅。而我哋今日食嘅呢，就係馳名中山乳鴿宴，導遊已經預先幫我哋團友啦就分好咗個台號噶啦，咁我自己呢，就係坐2號台。首先就嚟咗一鍋芫茜魚湯，跟住就有白飯任裝，跟住就到今餐嘅主角就係脆皮乳鴿。海鮮類嘅菜式呢就有蒸魚，跟住就有呢味炆豬肉，但係個味道呢有少少偏甜。呢味就係炒魚肉片，做呢味酸酸甜甜嘅茄汁煮蛋。呢一味豆腐呢個賣相啊同埋個味道都唔錯。呢味就係荷蘭豆炒肉碎，仲有上湯浸菜。飯後生果就係甜橙一碟。食完飯之後呢，就搭電梯落返去地下嗰層，咁然後行返去停車場嘅位置啦，上返去旅遊巴，咁跟住呢，就去我哋行程嘅重點，就係沙江墟掃年貨。大約下午2點鐘，我哋就嚟到沙江墟附近，因為沙江墟裏邊呢，就停唔到旅遊巴嘅，咁所以就停咗喺路邊啦，咁要行一段路先至可以入到沙江墟。行經過呢一間大型嘅超市啦，我哋就真正入到去沙江墟嘅範圍。沙江墟喺中山嚟講呢，就比較出名啊，同埋個規模比較大啲嘅墟市嚟嘅。而裏面貨品嘅價錢呢，相對嚟講係會比較平啲嘅。沙江墟嘅外圍呢，就由呢啲一檔檔啊藍色帳篷嘅檔口組成。入邊賣嘅貨品呢，就以衣服為主，咁亦都有賣鞋啊，咁賣日用品啊，咁賣花啊都會有嘅。沙江墟嘅中心位置呢，就喺呢個沙江墟市場，咁裏邊呢，就係一個普通街市嚟嘅，咁有賣蔬菜啦，咁賣肉類啦、海鮮啊，咁或者一啲燒味啊都有賣嘅。交通配套方面呢，沙江墟呢度都有個巴士站嘅，咁裏邊呢都有幾條巴士線啦，可以嚟到呢一個沙江墟站。沙江墟就賣衣服為主啦，咁啲檔口嘅做法啦，通常就一堆衫擺咗喺度啊，咁定咗個價錢，咁你喺裏邊呢就揀，譬如呢度就35蚊一件，100蚊3件，咁你喺呢堆衫裏邊呢就揀翻啱自己心水嘅衣服。另外一檔呢仲平，15蚊一件，全場都係15蚊。賣鞋嘅檔口都有，呢度啦，全部貨架都係鞋嚟嘅，咁自己喺呢度啦，慢慢揀翻自己心水嘅鞋款。呢檔呢就係賣襪嘅，咁10蚊一紮，咁都係一樣啦，全部擺晒喺度，咁慢慢揀一紮啱自己心水嘅呢就10蚊。亦都有啲檔口呢就賣日常家庭用品嘅，碗碟碟啊，沙煲罌罉啊，咁樣都有。亦都有少量嘅檔口呢就賣食物嘅，咁好似呢一檔呢就賣啲魚丸啊、墨魚丸啊，咁樣都有。呢一檔呢就係賣花嘅，咁到時要買蓮花啦，咁就可以嚟呢一檔度睇一睇啦，咁睇下有冇啲啱嘅賀蓮花。都有一啲小食檔口嘅，咁好似呢間賣燒餅啦，最平3蚊一個，咁其實個價錢都係幾平下。呢檔啦就係賣臘腸啦同埋臘肉嘅。呢一檔呢，就預早已經擺咗啲賀年嘅貨品喺度啦，咁有利是封啊，咁同埋一啲賀年嘅擺設擺咗喺度，咁相信到時啦，臨近新年嘅時間呢，咁越嚟會越多檔口啦，就擺埋呢一啲啦新年嘅賀年貨品。
呢檔呢就係賣即榨嘅蔗汁，咁見到啲蔗呢就擺晒喺度啦，咁而每一支蔗汁呢都5蚊嘅啫，咁都算平嘅。呢個地攤呢就賣陳皮嘅，咁就68蚊一斤，120蚊2斤，咁買陳皮呢都好講學問嘅，要識貨啦，慢慢揀啦先至好買。另外都有賣生果嘅，就19個8啦，咁有啲榴蓮賣嘅。我自己對榴蓮就真係麻麻啦，咁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嚟睇睇。另外啲生果啦，雪梨就10蚊3斤都好平喎，香蕉就2個半一斤，隔離呢啲仲平2蚊一斤香蕉，柑呢就10蚊4斤。睇完外邊啲攤檔，咁就入去沙江墟市場裏邊睇睇，裏面都係同普通街市一樣啦，咁都有啲菜檔啊，咁同埋有啲肉檔嘅，亦都有啲燒味檔啦，咁呢一檔呢就賣脆皮燒豬。前面就掛啲燒味出嚟啦，轉角位呢度呢就有好大隻脆皮燒豬喺度。呢一檔呢就賣潮汕滷味獅頭鵝，獅頭鵝就係48蚊一斤。當然仲會有魚檔啦，咁啲魚已經劏好晒喺度噶啦。隔離呢一檔呢就好多游水海鮮啦，擺晒喺度。近門口位置呢一檔呢，就已經擺咗啲瓜子出嚟啦，咁如果想辦年貨啦，咁就可以嚟呢一檔呢，就買瓜子。沙江墟呢度啦，連雙親角都有。呢一個團呢，都安排咗足夠嘅時間2個鐘頭啦，俾我哋團友啦喺沙江墟呢度掃貨嘅。咁參觀完沙江墟之後啦，咁就會下一個景點就係14涌海產乾貨市場。見到啲女團友啦，都有備而戰，有袋啊，同埋一啲推車仔啊嚟呢度掃貨，咁見到佢哋都買咗好多戰利品。大約下午4點50分，我就嚟到14涌水產中心呢一度。呢一度呢就最主要分2部分，外圍嘅位置呢就最主要賣啲乾貨嘅，譬如呢啲曬乾咗嘅海鮮啊，咁同埋鹹魚之類。第2部分呢，就係呢一個海鮮市場，咁喺呢度買咗海鮮之後啦，咁就附近有幾間海鮮加工嘅餐廳，咁個形式呢就好似香港鯉魚門啊，咁或者屯門嘅三聖村咁樣。乾貨方面呢，咁最主要就係賣臘味啊、鹹魚啊之類嘅產品，另外都有賣呢啲菠蘿乾啊同埋水果乾，咁另外呢都以賣呢個水果為主。而呢度賣乾貨嘅檔口啦，賣嘅貨品呢都係大同小異。我自己覺得啦，佢中間呢一個海鮮市場呢就比較吸引一啲。海鮮市場呢都有賣呢個湛江肥蠔，就50蚊一份，一份呢就12隻，即係大約4蚊一隻啦。咁有咁大隻嘅肥蠔都幾抵。另外隔離啦就係當造嘅大閘蟹啦，咁而家都係食大閘蟹嘅季節，咁所以好多檔口啦都有賣大閘蟹。咁呢一檔呢，就隔離有100蚊一份呢，就海鮮套餐。咁個套餐裏邊呢，就有蠔啊同埋大閘蟹，當然都有其他海鮮啦，咁譬如魚啊、蝦啊、魷魚啊呢一啲啦都會有。呢一檔呢，就有特價嘅老虎斑，咁就50蚊一條，咁睇落都幾抵。買完海鮮之後啦，咁呢度都有幾間海鮮嘅餐廳啦，咁可以買完海鮮之後啦，咁喺呢度加工啦，咁即時喺呢度食。呢個海鮮市場外邊啦，都有幾檔啦，係專賣一啲挪威嘅三文魚嘅，咁可以一大塊三文魚買返去啦，咁切細佢變咗做刺身。如果想食甜品啦，呢度就有一檔啦，正宗沙灣薑汁撞奶嘅，咁見到裏邊啦都好生意，好多人坐喺度啦食甜品。另外近入口位置啦，都有呢間阿里哥啦，咁專賣啲飲品嘅，咁有鮮榨嘅蔗汁啦，咁6蚊一樽，10蚊呢就2樽。另外仲有番石榴汁啦、菠蘿汁啦，咁同埋檸檬茶。14涌水產乾貨中心啦，已經係呢一個行程嘅最後一個景點。咁我哋參觀完之後呢，就上返旅遊巴，就會返去深圳嗰邊啦，喺口岸嗰度散團。首先呢，就會返去深圳灣口岸散團，然後呢，就會返到去福田口岸散團。大約下午6點半嘅時間啦，我哋就返嚟到深圳灣口岸散團，咁就完結咗今日嘅一日旅程。今集嘅分享亦都嚟到呢一度。
多謝大家觀看，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，可以點讚、留言、讚好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最重要就係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撳埋個鐘仔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